9点半一到，由市长黄伟哲所率领的市府团队，直接伫民治中心艺术厅专案接受议员反映灾情甲检讨。其中议员蔡立青就反映一位66岁王姓阿嬷，因为风台摔断双脚的重伤害，结果换骹头夫的手术等医疗行为，加讲的9万外块。无到10万，无法度申请这摆风灾补助，毛议员积极替这位艰苦人请命。他在风灾呢，他就摔断他的双脚，然后他就去医院住院8天，两边的膝盖都爱挖。结果呢，自费的比较贵，公费的比较便宜。他们衡量一下自己的财力以后，一边就是自费的，一边用健保的好，安尼算起来了后，伊要去公所请这补助的时阵9万几块，刚好不足10万元，叫做公所就无要回请啊。好，那这一件我有找我们的社会局长研究，局长跟我讲嘛是没办法，因为规定的下10万，他就是9万多。那民众就是考量自己的财力负担不起，就差这几千块10万元的补助都拿不到，这是很不合理的。譬如说他要回去换药啊，他要回去再做什么样的那个检查，这样加起来，说不定案子就超过10万。因为他住院8天，那局长是跟我说，规定15天内的收据就要超过10万，所以他就是9万多。我们来依法想办法看看。议员除了协助重伤害阿嬷，嘛甲港区的议员区兆生共同关心这摆公港河造成培安路甲宜安路附近淹大水，要求政治落地了排水，彻底解决水患。那个小工沙包没有堆好，工程没有做好，不该施工的时候施工，所以民众有很多这样的疑问。当然局长都跟我说不是这些问题嘛，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掌握了？你看。这平安路下底迄箱涵是毋是有塌掉的？恁敢有去看？这阮拢清过啊，我甲技术报告，阮用开3000万去甲这清啊足清气的。啊，这回我甲技术报告啦，就是迄个瓶颈段啦。因为咱即马吼上游甲下游拢好啊，即马就差这瓶颈段还未拍开啊。啊，这啦好明年做好吼，这规就畅通啦。据了解，目前台南市为了政治落地了排水，已经争取1亿2000万改建新顺桥，并规划增设抽水站甲避风池，加向中央争取大约5.5亿的经费，希望达到200吨以上的防洪标准。台南新闻军集张素维采访报道。